勇壮那军兵，灿烂照光明。鸟食满天飞，山野变满花。阮群做主公，天白会看重。咱来吟第一节。第一节。清早天不高，日头出东方，勇壮那军兵，灿烂照光明，悄悄那地飞，山野变马灰。第二节，温柔的兄弟，不朽完全的，因我的强势，礼貌无数，谢谢温柔。这首是咱一个月月定诗啦吼，这内底词甲咱讲，天浮光，日头出来，到尾讲温群做主公，咱就要做主公，毋若家己做家己的工尔啦吼。上帝咱有气力，咱会通做是咱的福气哦。好，好来，咱来搁看第二首、第四首。天野万国，众人着听。天野万国，众人着听。第一节，天野万国，众人着听，爱家真情归主面行，地上万类当心福生。上帝都一言爱定他，愿得福水之心啊，愿主第二节，一定主宰个大冠冕，一力万邦是将冠冕。这咱拢真实的圣诗吼，所以咱遐唱，咱来唱2节就好啦吼。后来咱去回味一下就好吼。后来咱搁来看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世间的疼，无比上帝的疼搁较大啦吼。所以上帝伊疼的源头，为咱来得到拯救吼。第一节，上帝听到领会一切，你的欢喜甘露的，有力量我对比心来，认出你的大恩爱，有主的是主必临。
赞，万灵救主，主的我命愿承受，为你升天，当你当你，愿我努力点完事，完美亲像天使天。是上我的道路，永远上帝听人也过节，咱已经大多一路顶都讲过吼，咱即摆大节节期这要吼，咱即个过来的中秋主日，我想咱老信徒拢真清楚，主要说要入去耶路撒冷，吼，若看新眼讲圣经内底，遐拢有甲咱提醒啦吼。马可福音12章的第1节开始就讲，耶稣要骑驴入去耶路撒冷。这四福音内底拢有写啦吼。要入的时阵，大家拢真欢喜，因为要做王嘛，所以铺中秋旗，用衫来迎旨，遐发好山啊，好山啊吼，是绝对阿拉的上帝。咱想看觅哦，迄个时阵伫遐咧喊话遐的人，到尾耶稣定十字架的时阵，遐人走去对。学生都拢走了啊，无过是讲这群众吼，这有一首诗真好，伫这节气内底真，互咱逐日来思考。咱看88首，咱毋免唱，圣讲起嘛，咱弹就好。我念互咱听，对你的挑战，对咱的翕反省。88首，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有时这事，互我真着惊，真着惊，着惊。主受定迄时，你有伫遐无？主受定十架，你有伫遐无？主受定十架，你有伫遐无？有时这事我真着惊，真着惊。主受定你有伫遐无？过来讲，主协的受拆，流血甲罪sin，你有伫遐无？过来讲，主埋葬的时阵，你有伫遐无？主过我出坟墓的时，你敢有伫遐？我想这咱拢无，已经2000年前的代志。总是你若想讲，主耶稣过我了后，拢活伫咱的心内的时阵，你敢要过一摆，互主耶稣定十字架？礼拜三的顶礼拜三家庭咧迄个祈祷会时阵，有讲，咱祈祷就讲，即摆佫想批评嘛，受迫害嘛，咱祝福去，咱台湾袂呢，大拢足自由咩？要来敬拜上帝呢？若看其他的国家，咱听隔壁咱的中国就好啊。家庭教会遐个信徒受压迫的时阵，迄时咱就会当体会讲，上帝甲咱是离远啊偌近，吼，咱来想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呢，就咱想就好啊，吼。若有两项选择，主甲你的关系，甲你的其他迄个神利益的时阵，你要选对一边，吼，这咱会当来思考，吼。好，最后咱来看95首。你若逐天仰望上帝，仰望十字架顶的上帝的时阵，我想这对你有真好的帮助，会当加添咱的快乐吼。我仰望十字宝架，荣耀的主替我受罪，我情心无色将荣华，但愿主为主隆重放煞。咱用第一节咱吟两遍，第二摆咱吟较细声咧，来准备咱的心。第一节，我心仰望十字架
第10个一遍，甲这声一首啊。我心永无是日可归，人有夜中为我修罪。愿上帝人民愿祝福愿，互伊的面照光愿，互通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落你，愿列邦拢学落你。这是啥人吟圣诗学落上帝？圣诗407首。圣诗407首。清早天曝光，日头出东方，勇壮那军兵，灿烂照光明，鸟只满天飞，山野遍满花，云群做主工，天白为看东。圣诗407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清早天曝光，日头出东方，勇壮那军兵，灿烂照光明。
请坐。这是咱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伫酒杯第7面嘛有。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是咱的启应，圣诗后面启应文第23篇，也就是诗篇96篇。启应文第23篇，现在咱三甲来启应，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请过来念圣诗第4首。圣诗第4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大家进前，拢归主免惊。地上万类同心服侍，上帝独一应该敬拜。全地服侍，尽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圣诗第4首，请咱起立念全首。天的万国，众人着听，大家进前。万类同心服侍，上帝应该敬拜，全地服侍，尽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天顶主宰，极大权力，地理万邦。将冠冕，全地顺坦，各在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全地服侍，尽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
在之心给我，安主耶主帮我。请坐。请咱即时压头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清早起来，阮要学到你，感谢你，搁赐阮新的一天。感谢你带领阮保守一礼拜平安来经过。对你丰盛的恩典中，阮拢领受你无限的疼。天父上帝，伫日常生活中，阮做的时阵得罪你、亏欠你。恳求你，搁一摆用宝血来洗净阮，赦免阮一切罪，互阮会通成做你所欢喜的儿女。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台南市人院的纪念主日。这间学院是咧培养你忠心的萝卜，恳求你祝福这间学校，互因有你属灵的智慧甲温顺，培养造就搁较济你尽忠的萝卜，来应供上帝利益的正人。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慈悲甲恩典，赏赐你的独生圣子，阮的主耶稣基督，为了要救世间人，医生流血死伫十字架顶。也因为伊的刑罚，互阮得到平安；因为伊的鞭拍，互阮得到医治；因为伊的死，互阮的罪拢得到赦免。为着安尼，阮会感谢你。亲爱天父，130年前，你伫目沙这个地区，通过阮信仰的前辈，也着福音的种子。要实践主耶稣上天进前所交代，阮的使命，就去传福音互万百姓听，来设立文山教会。但已经布院大长，成做传福音的出口。恳求你，搁继续加添阮每一个属你的囝儿。有智慧、有能力、有气力，愿意为主做较好的工，来应供你。亲爱的主，一年外来，阮的等待甲憔悴，感谢你差派科牧师来到阮中间，来牧养你的教会。恳求你赏赐伊属灵的智慧甲能力，伫伊所教的逐项的圣工。甲推动，拢会下你的旨意，拢有你的帮赞，来应供你的名。阮也定后个月4月11日要举行设教130周年，以及科牧师的就任的感恩礼拜。恳求你，互阮所一切计划拢会通顺遂，照你的旨意，也会求你纪念祝福。为了这事、这工作。这圣工着无的每一个同工，但武汉肺炎也未结束，天气变化也真大。恳求你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健康的身躯，通用喜乐的心来迎接你所赏赐的每一天。常时，阮也为着身体病痛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你医治、安慰夫妻的手，无离开因。坚固因的心，让阮将今仔礼拜恭敬仰望，由你祝福感纳。阮咱同心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
咱试来看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的部分，使徒行传第9章32节到43节。使徒行传第9章32节到43节，现着我来读。32节，彼得骗行四乡的时，也着去就近踮伫路台的圣徒，伫遐拄着一人，名伊尼亚，因为犯着变衰，倒床8年。彼得甲伊讲：伊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啦，起来，你的袍仔家己整顿。伊连边起来。见着住伫路台甲沙轮的人，看见伊就归服主。伫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大比呆，翻译就是多加，惊好事甲真济满满。当时破病死，人写伊的身尸下伫楼顶。路台近约帕，学生听见彼得伫遐。就找2人去找伊，就讲：请你来遮，毋通言钱。彼得就起身，甲因去，已经到，带伊上楼。正酒馆人徛伫彼得的身边，伫吼，将多加甲因伫地时所做的衣服，互伊看。40节，彼得就甲众人出去，跪落去祈祷，活转身，先生讲：大彼呆起来。伊目睭天开，看见彼得就起来坐。彼得伸手扶伊起来，叫遐圣徒甲酒馆人入来，将各外的刀架交互因。同约帕拢知。就有侪人信主，彼得伫约帕久，甲一个范培师傅西门3角大以上，就是请圣乐队来赞美这个饼，这个杯。
这是咱们请江地和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拍破限制。信山牧师、陈凯牧师，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南四角教会的江地和牧师，感谢上帝，让我有这个机会，会当来咱教会甲众兄弟姊妹，咱斗阵来礼拜，在这来甲大家来分享上帝话。要甲人分享圣经的信息以外，嘛要伫这个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奉献的主日中间，代表着台南神学院。来向大家来请安报告，这是请咱的同工为咱来播送这个台南神学院为咱所准备的影片，这是请同工帮咱来播送。台南神学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重要的神学教育机构，真侪年来培养真侪教会传道者、教会音乐的服侍人员以及社会机构工作者，落实福音在地化。哇，不得了！有的同学出国留学，有的咧读博士班咱嘛安尼感觉足欢喜的新的时代搁伫要出来。1869年，李修牧师甲马雅各医师分别伫个高雄、基澳、台南府城成立传道者养成班。到1876年，将两地合并，创办了台南大学新学校，是新学院诞生的开始。日本时代因为拒绝日本政府干涉校务，关校8档，到1948年才搁复校。真侪年来，成国教会机构的扶持，会当陆续扩建，慢慢成就古典美观的建筑。所以就是有这个建设，有这个硬体，有这个募款，有这个奉献，黄宗辉牧师这有心的人，伫这来为着这间校奉献您的生命，所以新学院大当伫这个所在继续传承。从这个超保守化的天主教会来说，相当自由化，对。学语课程除了神学教育，嘛有社工、教会音乐以及台湾语言文学等多元师资。硬体设施，譬如讲校舍、办公室，甚至现代化图书馆，拢更加完备。长久以来，透过学院培养，历代教会牧会的传道人员，充满台湾各地，落实在地的神学教育。牧会的过程的中间，我对六甲到关庙的神风，到今仔来到伫后甲教会，我就是保持着这款，免神学，免落实伫在地化，免教会，免行出伫社区。伫学校，阮都拢有迄个小组同学的中间都爱彼此照顾，互相帮衬，互大人伫读册、伫生活拢会当真顺遂。所以伫教会依然是安尼，将迄个疼心带来到伫教会甲会友三甲分享。这是一个很重视台湾本土的价值，还有对多元族群很友善的一个地方。大家是现在可以理解彼此在说什么，可是也尊重说我们有不同的背景。耶稣基督伊嘛是用这款道成肉体来伫这个世间，所以台南神学院伊就是要教这的学生嘛，用这个神学要注重伫道成肉体，定睛伫本土，关心社会、人民甲公益，所以这是这的神学教育真要紧的一个特色。不过，福音工作有今仔日的成长，国教会机构对学院的支持，一直是重要的一部分。未来学院也面对各项政见的需要，
迫切毋望各界的扶持。过去咱台南新人都有足侪听主、听人，佮愿意奉献的遐这一直不断伫遮奉献，所以我嘛是直接对心底献出感激、感谢，谢是上帝纪念这个事，所以嘛毋望咱为着这个新人院大道，为着这新人院奉献。咱即马入案了后，有真侪教育部要求遮的教学系统，或者是遮的设备的提升。这拢是过去咱家己在经营的时阵所无按算到的设备。经过8年的台南新学院，秉持感恩以及对福音工作坚定的信念，未来毋望伫个基督支持中稳健经营，甲各教会同工继续为传福音更加骨力。愿上帝来祝福上帝伊所设立的这个台南新学院。愿咱大家嘛因为信仰，咱同心来关心着新学院，尽咱的气力。无论咱是用大道，还是用咱的奉献，拢是要互上帝来欢喜，嘛要互新学院通造就出更较侪的工人来传扬上帝福音。愿咱拢有份伫这项上帝的事工。咱的周报顶头有即个奉献袋啊，你若小等有感动的，就请甲这个奉献伫遮来诚做新学院的支持。这时请三个来祈祷。万管您的上帝，阮的上主，阮感谢你，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阮因为你的恩典，会当伫罪恶中受到你的拯救。如今伫你的保守内面，阮通伫你的圣殿中。要来听你流传万世的福音，这是你对阮的祝福。我因为听，较通来知影你是恁永远的上主。若无上主你的慈爱，阮到沉沦伫永远的黑暗的深渊，无通看见你的阳光。我因为安尼，要搁一摆大大来感谢你。亲爱上主，这时阮嘛恳求你，互阮专心伫你的圣道内底听你的道理。嘛要恭敬的来尊重你的教导，愿上主保守阮的礼拜，互讲的甲听的，做伙伫你面前，拢来受到造就。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伊嘛是一个掠鱼的人。虽然伊无办法亲像保罗安尼读了真侪的册，但是彼得嘛是有出头天的一天。伊除了会掠鱼以外，现在伊佮保罗同款，伫犹太人即个宗教团体内底，嘛是有相当的分量，并且彼得嘛亲像犹太人的拉比安尼，伫圣殿内底对着众人来讲着主耶稣基督所传的即个福音。这对伊来讲，可能互身边的犹太人真难想象啊！掠鱼的人。怎有会当来徛讲台啊？但是以前彼得还未受到呼召，耶稣呼召进前，伊哪有可能做到即摆的代志？但是伊互耶稣呼召以后，伊搁甲家己的兄弟工人，若无去互耶稣呼召进前，伊搁共款是互甲伊兄弟坐伫海边啊，掠鱼啊，杀鱼啊，食沙西米啊。希望伊本身较好野淡薄啊，伊有家己的船啊。但是伫当时掠鱼的人，可能无办法互伊名声通流传万世，直到现在，咱阁知影有彼得即个人。当时彼得伫《使徒行传》的记载内底，作者即路加，伊记录彼得是一个真骨力伫传福音的人。路加描写了彼得伫犹太地区沿海两个城市，一个是鲁代，一个是约帕。做了真明显的事工，嘛行了一寡的神迹的奇事啊。其中是一个伊号叫做伊尼亚的人，伊是啥物人？伊是一个半岁的查甫人，
另外佫一个比利互一个叫做大比代，迄个名叫做道家的女信徒，伫伊死以后，佫互伊佫活起来啊！并且比利伫行即个新家以后，伊佫继续留伫约帕即个所在，伊也正做甲外邦人连结的一个桥梁。嘛伫这以后，将哥尼流即个罗马的军官引带伊来信主。彼得福音第5章17节到26节记载讲，耶稣用伊家己的官柄，医好一个互朋友对厝顶安怎对落来的人啊，是毋是有死的人、光一个人互伊落来？结果对来这半岁的人，叫伊起来行。伫彼得的这使徒行传的彼得第使徒行传第3章所记载神迹，讲到啥物？经文我拢无独独，所有的互你，伫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这互咱知影，彼得嘛是奉靠着主耶稣的名，互人起身来行路。另外，伫路加福音第7章11节到17节，有人讲一个死人出来，伊的老母甲姑姑生即个囝，主耶稣看见，就怜悯伊讲：少年人，我甲你讲，起来。死去的人就起来坐身，煞讲话啊。耶稣互寡妇的后生，搁活过来。是要互寡妇有通亲人通倚靠，耶稣请做即个寡妇的帮衬者。同款的，当彼得医好女信徒道家的时阵，伊将正守寡的人拢留伫厝外，这互彼得嘛借着医好道家来成做即阵基督徒的帮衬者。所以彼得甲耶稣所行的神迹中间有类似的所在无？有吼，就是彼得所行的这个神迹的模样，是跟对着主耶稣的模式啦。伫主耶稣内底的能力，伫遮的代志，那做成彼得嘛有安尼伫做。伫今日这经文所带来意义，是要连接着较头前的部分。伫使徒行传的第8章所讲到，腓力用着以索比亚总管银库太监。来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事件，后壁佫煞只彼得进来伫一个外邦人的军官哥尼流所住的所在，这是一个外邦人的世界啊！伫经文内底，彼得分别到2个充满着外邦人在住的城市鲁代甲约帕。城市内底的外邦人真侪拢是咧做生意的，嘛咧做着甲军队有关的工课，也是做买卖啊。所以，对传统的犹太人来讲，看到住伫遮的这个所在的犹太人，有一寡的不屑啊。住伫遮的所在的犹太人，因为接触到这外邦人伫长久的影响下面，慢慢就会失去了犹太人应该有这个伫传统顶头的礼仪甲行为啊。因就变做无犹太人的身份，甲无犹太人的模样啊。对犹太人来讲，有啥物款的身份，就爱互家己活伫甲家己身份会当匹配的所在啊。对伫传统的犹太人来讲，因袂互家己活伫无适合家己身份的这所在啊。因为身份一直是犹太人一直重视的代志，就甲因的性命是共款啊。但是伫今日经文，咱若注意看，咱今日经文上尾一节是写啥物？大家会记得上尾一节写啥物无？咱看到经文上尾一节是写着彼得甲一个反皮的师傅西门斗阵住几下工，毋是住半工。早起10点起床，包啊款款的，就来离开。彼得是一个犹太人，虽然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伊犹原抑阁是伫守着犹太人的传统的律法。毋是讲相信耶稣就甲犹太教一刀两断呢，就甲犹太人没有关系，他不是呢。毋是讲伊阁伫守
毋过，毋是讲伊家是修着犹太律法，伊是共款伫这限制内底啊。想袂到伊竟然去带一个，互犹太人当作是无清气、不洁净的人，跟他一起住啊。真正有伫做即种工课反皮师傅的这职业，借问犹太人认为伊是好还是无好？应该是认为无清气的人哦。伊甲外邦人共款啦，拢是不洁净的。这种职业会互犹太人当作无清气，是因为伊要去摸着啥物物件？我们身上背的那个阿玛尼就是他的包包啊。请问那些皮制品是哪来的啊？死去的动物肢体不是吗？我们背得很高兴啊，还跟人家讲说这个。对，伊爱去摸到死去的动物的尸体，并且借着这个尿液的，把这个动物的尸体保存的过程中，将这个皮制造成日常用品啊。这问以前的圣经有纸无？以前的圣经毋是用纸做，这问是用啥物做的？写伫啥物顶头？羊皮啊？请问羊皮是活的羊皮还是死的羊皮？皮革制品。神圣的圣经经文写在什么上面？谁做的？不是祭司做的吧？他这样会不洁净的。是谁做的？是那些反皮师傅啊！有没有很矛盾啊，各位？写经文的经卷是神圣，但是却在这个经过的这个制作的过程，互咱认为伊是无清气的人的手所制作出来的啊。不过对彼得来讲，伊并无因为接触到已经死去的家，以及甲这职业是反皮师傅的人，甲伊三个斗阵大，伊就受到这无清气的污染嘛。就算是互人看做无清气的，有时阵上帝无一定是认为安尼啊。因为伫上帝的人民里面，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共款会使接受到上帝的福音嘛，会使福音所带来的好处啊。一切人所行的行为，也是人伫讲的清气，也是无清气的规定，拢无应该成做传福音的阻碍，也是拒绝的理由啊。等互咱看到彼得所行新家的对象，有查甫的，嘛有查某的对无？使徒行传作者路加，伊特别记载彼得的这两个新家，是要对着众人来讲，是福音是无咧分互啥物人啦，毋是甲查甫较会使听啦，查某囡仔就袂使，无拢共款，查甫查某拢会使得到福音的好处。讲到这，我就想起着我以前参加一间教会牧师的项目。因项目的牧师是女性的，伊的小会成员是4位嘛是女性的长老，甲一个保障名额的男性长老。我家己的教会嘛是4位的女性的长老，甲1位男性的长老，拢共款做福音事工，拢真认真啦，拢共款认真服侍上帝啦。讲到这个，我想起着一项，有一间教会伫中职改选的时阵。有一个年长的会友徛起来，伫选举之前，伊徛伫大家面前。兄弟姊妹，咱来想清楚啊！咱来选男性的吼来做中职啊！结果一选落去，超过一半以上拢是女性咧担任啦。其实上帝是照着伊意思啊在行啦，伊毋是照着人的想法在做啦。有时阵一寡互你感觉讨厌啊，还是互你感觉恶心的人，咱看伊无顺眼。其实咱无变较好较多啊，咱所犯的罪，有当时啊可能变较多，甚至有时候是不相上下嘞。但是咱个看轻因啦，认为家己较哪高贵，自己比较文雅，其实咱的心内变较可怕。伫上帝眼光内底，咱甲所有人共款，拢有犯罪得罪上帝，亏欠上帝。所以当咱伫责备别人的时阵，咱来照倒马第一个，小等者，咱先反省家己吧。对路加来讲，这一切尊贵甲
稳定，拢会使临在伫任何人的身上。上帝创造的拢是平等的，只要是人类，拢是上帝所疼惜的。就亲像美国的黑人，以前伫美国历史顶头，黑人是啥物？奴隶，他们是次等人。坐公车爱坐伫倒位？毋是司机啦吼，坐公车因爱坐伫后座啦吼，受到白种人的轻视。黑人想要读册，但是白种人对黑人讲说：“你们跟我们不能上同一所大学，因为实施种族隔离啊。”但是咱看到后壁这个 Michael Jackson， 美国 NBA 篮球明星，美国总统，什么人？奥巴马对吧？拢显现因的才华，佮受到大家的追星啦，甚至真做因的粉丝啊。伫历史上，这个错误的顶面，就是有关系人，也是压迫者，上爱用的一句话，就是讲，只要你甲我无共款，我就会当对你有差别来对待你。敢讲只要有差别，就应该受到无好势的对待吗？你无共款时阵，敢毋是就应该用着平等来甲对话吗？2000年前，耶稣甲受压迫的人做伙，伊真爱互祭司、经学教师看做是无清气、讨厌的人，甲因做朋友。耶稣拍破这个歧视，并且主张着任何人族群都能够亲近上帝啊。其实任何人、任何族群，伊拢有上帝创造的奥妙，绝对毋是身为毋捌解剖的咱会当完全的参透啊！伫上帝面前爱较谦卑的，毋通凊凊彩彩就将别人来分别。咱无这权利，咱嘛毋是基督徒应该爱做的这个代志啊！咱应该学习着亲像主耶稣安尼疼世间所有的人。因为上帝已经先疼咱啦，咱哪会当对世间众人，将伊的慈悲怜悯限制伫咱家己的自私的决定内底咧？对历史的行传的记载来看，彼得原本是偏向着家己犹太人的族群内底，伫传扬主耶稣的福音。毋过伫遮，互咱看到彼得伊接触到这一个死去的道家，甲一个反皮师傅，甲伊斗阵大。对彼得来讲，伊原本是活伫身为传统犹太人的内底，但是伊为着耶稣的缘故，愿意互耶稣来改变伊家己，来突破伊家己啊。有一个作家叫做张文亮，他是台大的教授，伊捌写过一篇的故事。这个故事安尼讲，有一阵基督徒的大学生到特种行业酒店去约一寡的女性。对因来传福音啦，相信对咱遮大部分的人来讲，对咱遮基督徒来讲，咱可能连想嘛毋捌想过安尼的代志，要来安尼对象来传福音。大部分的基督徒对咱来讲，咱只要着一般的人来传福音，就已经真困难啦。佮较免讲是要用着这种工作环境的朋友，对因来讲耶稣。可能咱拢敢毋敢，咱甚至有当要拄着人来问咱的信仰时阵，咱上爱讲一句是啥物？嘿，去问咱的牧师啊，去问迄个长老啦，千万毋通问我。咱对一般人就真难开口传福音的，怎有办法去用着安尼的朋友来传福音呢？张文亮这位作者伊继续讲，有一个来开门的小姐，看到这群大学生，问因讲：“啊，恁有啥物代志啊？”这群大学生就应讲：“啊，我们是某某大学的学生，今天来到这里要向你们传福音，你们可以一点点时间给我，让你们传福音吗？”对你这群在遮做事的人来讲，传福音是一句很陌生又生疏的一句话，对因来讲，因无办法理解传福音是啥物意思。这群学生就继续讲：我们因为耶稣基督
是救主啊，他赦免我们的罪啊，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讲到一半，就有一个中年的查某人就讲：“等一下啦，你讲到遐多创啥？我伫遮10几年啊，也无人来问我传福音啦。啊，恁讲的福音是啥物意思啊？啊，恁敢知影这是啥物所在？”这群学生中间，带头的囡仔讲：“这是一个，这个时候要讲酒店吗？好像对人家又不太尊重，不敢讲出嘴啊。”他就说：“啊，这是一个需要福音的地方啊。”对这群对这个带头的学生来讲，伊一时唔知要用到什么较文雅的词来形容这个所在啊。颠倒是这群查某人，因真轻松就讲：“啊，阮着酒店啊，阮这个所在拢是安尼啊。”因大家拢非常的紧张啊，因为这时唔知影要继续讲啥物话较好啊。结果就有人对厝内行出来，就话讲：“出来哦，出来哦，有人要甲咱传福音哦。”无偌久，就7、8个查某人按这房间慢慢的出来，每一个人都浓妆艳抹，梳着一个很高的飞机头，就这样子。哦，什么代志啊？哇，什么代志？哇，有小鲜肉来啊！大家就依序的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坐得好，因为用着看好戏的心情来看这群大学生，伊们在比什么棒啊？因为比啥物梦？渐渐的窗仔边，唔知当时那客满了一大群人，拢要来看热闹。真侪头上理着小平头，身上都怎样？哦，你讲得好，就是的，赤龙赤凤。因伫遮看啥物？因唔是要看啥物啊？因是要甲门口挡掉的，唔爱互即群囡仔通出去。留伫这内底看伊要创啥？对这群大学生来讲，因这时阵无办法来专心来离开啊。对这个带头的学生来讲，因这时阵较发现讲，因仔亲像是囡仔人驶一个大卡车驶入去菜市仔内底，啊，这时阵是要北区来走，还是要西头来走？伊拢唔知要安怎。亲爱兄弟姊妹，当咱看到安尼描述以后，咱会安怎想啊？这群大学生假扮相赢啦，想过理想化，还是他搞不清楚这个世间的邪恶啊？一群戆戆的样啊，家己行到伫这个人群的内底，就一般的人的眼光来看，总是认为互这群囡仔学一下经验也不错啦。后一摆就袂阁去即种所在，家己陷落伫种困境内底啊。对即个学生，伊毋知影要阁过来要安怎时阵，张文亮即个教授讲，主要说伸出伊的手来掌管了这一切。耶稣无互即群热心想要传福音的学生，互歹的势力。来威廉着主要说伊家己的囡仔，你即时信心大大来帮助这个囡仔，互这个学生有勇气，将这个福音单张一张一张发给现场的所有人。这个学生阁继续讲，希望你们能够找时间来教会听耶稣基督的拯救的福音，欢迎你们来哦。因想讲，把这福音单张一张一张分刷以后，就会使来离开啦。想讲安尼，就告一个段落可以离开了吧？结果有一个年岁较大的查某人，规头毛金色的头毛的查某人，伊讲：少年啊，我伫遮遮尔侪年啊，无真少机会去恁讲的这个教会啊，无恁即马来到遮要传福音，恁就传福音互阮听啊。一时之间，让这个大学生们
不知道该怎么办。传福音这个时候要讲吗？带头这个学生完全无想到讲有人会对因安尼来讲啦。阿姨，你要听阮讲福音无？毋过信心帮助因，马上就一句经文出现伫伊脑海内底。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讲，因为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乃是上帝所赐的。当伊讲到这段经文的时阵，就有人讲，少年诶，用台语讲啦，听无啊。也是有人讲，少年诶，讲较慢诶，讲较遮紧，讲较清楚诶。毋知影即个囡仔安底的即个勇气，对着边仔一个保镖讲：“你去帮我摕笔甲纸来。”哦，好，我去摕笔甲纸来。伊就开始摕桌仔顶头画这十字架，甲解释十字架的意义，互因听。耶稣为什么伫十字架？即个十字架对大家有啥物意义？将主耶稣钉伫十字架即个救恩，将主耶稣对人类的意义，用半生不熟的台语跟他们讲。对伫即群人佮讲一遍，互大家听较清楚。就会到大家拢非常的清楚来听，就愈来愈侪人围入来。结束以后，这大学生就看讲，那我们来节制祷告好了。啊，节制祷告。但是信心做工，互在座所有的人拢愿意对因开嘴来祈祷。有人在祈祷中间，就流下因的目屎。当因要离开的时阵，原本挡在门口的人就自动的让开2排，互学生一个来离开。这群学生就慢慢转去搁别间的酒店，一间着因来传福音，每一间的反应拢无共款。有的爱因唱圣诗，有的嘛斗阵缀因唱。因阁讲，阮细汉时阵嘛伫主日学，所以唱着音捌的歌，因就缀咧唱。有的真认真问着福音的事，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为什么耶稣要救我？有的是安安静静的坐在边啊，将本福音的这福音单张仔细的折好，放在他们的口袋里面。兄弟姊妹，对伫这群基督徒的大学生来讲，基本上因甲特种行业、酒店上班的人是活伫无共款的平行的世界啦。但是对伫信仰来讲，就亲像初代教会信徒安尼，总是面对着主耶稣伫面对的对象啊。咱看到主耶稣伫传福音互正人的时阵，伊的对象真侪拢是互犹太人真讨厌、无愿意接触的人。耶稣所接触的人，真侪拢是互伊认为无清气的人啊。对伫主耶稣，伊所接触大麻风的人、半衰的人、青眉的人、互鬼附身的撒玛利亚的啥物？妇人人嘛是。搁一摆会显面，互咱知影的就是，想要跟对着主耶稣的人，是无办法活伫家己保持自身清气的这个世界内底啦。要跟对着主耶稣的人，是无办法互家己保持伫自身清气的世界内底啊。想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啊。更无法用着独善其身的心态在看这个世界，看着身边的人，看着身边的事啊。因为耶稣选择进入这个世界的悲惨，而不是逃离这个世界的苦难啊。基督教对初代教会时代一直到咱今麦的时代，应该唔是一个将富贵、名声、好业、成功连做伙的信仰。基督教应该是传主耶稣，伊其实是一直甲弱势的人、受伤害的人、受委屈的人、遭受到无公义对待的人，甲因做伙的主耶稣啊。但是咧传讲主耶稣基督信仰的人，有时真并无将耶稣伊上真实迄面，清清楚楚、血淋淋的讲甲互咱惊啊！大家拢讲好诶。
无人愿意讲军队的主耶稣会遭受到什么款的代志啊？咱应该真真实来面对着伫圣经内底对耶稣的记载。迄位甲艰苦人做伙的主，咱真少甲伊讲甲真明白啦。主耶稣期待咱会当进入伫伊的世界，来看卖伫咱身边的世界，咱身边的环境。我们的主耶稣，他希望我们能够跟随他进入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去感觉身边的环境，去了解这个世界那些受苦的人们。因为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就做了最好的示范。他跟谁在一起？他跟罪人。他跟谁在一起？他跟穷人。他跟心理生病的人在一起。他在跟人家看不起的人在一起。咱需要真实的去接触，无搁活是咱家己的世界，拍开咱的目睭，拍开咱的耳孔，拍开咱的心，去感受到咱身边所发生的代志。你不是在那疯狂的自拍啦，哦，这个角度较水，这个面向光较水，苹果光较好，美肌开很大，啊是伫 IG、FB 顶头写一寡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无头无尾一句话，也毋知你咧讲啥物的。其实你心内是真眼巴巴，希望别人帮你按个赞呐，按个爱心对吧？说你好棒。而是咱敢想要专注在虚幻的电动游戏里面或手游里面，基督徒的性命其实敢有真侪机会等待咱去传主耶稣的福音嘛。这世界不是美好的。这个世界从来不是公义的，这个世界的环境处处受到破坏，这个世界离开上帝当初所创造的美好有淡薄仔远啦。这嘛是主要说爱咱用心来看的世界。兄弟姊妹，对彼得来讲，以犹太人的身份，伫犹太人世界是受到重视的，但是对主耶稣所讲的上帝国度来看，这个价值性就远远的无值得来欣赏啦。彼得愿意互家己亲像主耶稣所教导安尼去接近到已经死去的家，看做无亲戚的小米匠甲伊斗阵大，这个大心愿意去甲完全甲伊生活背景是无共款的背景，价值观的人的面前，用着因来传福音嘛。因的心中惊吓的内底，凭着对主耶稣的信，去做着即款咱一世人拢毋敢去做的代志啊。这一切对咱基督徒来讲，有带予咱什么款的意义吗？张文亮教授说，福音是世间上的人得到永生的唯一的管道。福音是世上的人得到永生的管道。所以，任何咧传福音的人，爱将这甲记掉。若是无安尼，亲像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咱就无办法有这么深不可摇动的连结。若是无连结伫主耶稣的心中，传的人会孤单，听的人会无办法得到生命的光。咱毋通叫做以为讲你知影小可圣经，就会使传福音咧。对传讲福音的人来看，伊需要上帝赐予真理的光，对人有怜悯甲慈悲，人的心内对主有深深的顺服，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安尼靠传扬福音予人啊！有按基督内底领受的怜悯甲慈悲伫咱心中，这个才是打开我们自我设限的钥匙啊！毋知咱每一个人对家己的限制是啥物，咱有清楚无？耶稣拍破伊家己上帝身份，甲彼得破除伊犹太人的身份，来甲互人认为是无亲戚的人，甲伊斗阵大，甲伊做伙。主耶稣甲彼得会安尼做，是因为伫疼的内底，因愿意拍破自我的限制。伫疼中间，限制较会通受到超越，受到讲喙啊！兄弟姊妹，伫咱的心中、咱的身边，咱有看见需要咱帮衬的人无？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看做，互咱看做是卑微不堪、
犯罪的人没有。如果咱个用着家己的限制眼光在看因，咱会当讲主耶稣甲彼得因所做所行的，伫咱自我的限制内底，咱也无受到拍喙啊、讲喙。主耶稣甲彼得做了遐尼多，咱搁共款伫做咱家己啊。耶稣甲彼得伊做伊的啦，我行我的。敢讲咱对伫主耶稣的道理，犹原搁认为讲，迄是伫对边仔的人讲，拢毋是甲我讲的。愿主耶稣来帮助咱，透过今日经文，互彼得对即种拍破自我限制的经历，咱会受到鼓励。当咱无仁爱伫咱的心中时阵，咱就无办法伫限制中间去甲受到轻视、受到人欺负、受到苦楚、受到阶级对待的这些人进入在他们当中，更加无可能来甲因做伙来扶持着因，并且甲主耶稣做伙来对抗着受到耶稣一起打击的这个恶。愿上帝赐下互人仁爱的心伫咱的心中。因为当咱拍破限制，遵行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阵，咱就通互伊的荣耀搁一摆显现伫众人的面前啊！愿上帝的话正做咱的帮助，请咱三甲来祈祷。阮若是愿意拍开自我的限制，阮就通得到上主你的儿女。阮知影上主你早前就互主耶稣显明互阮看见，伊为着失败。卑微犯罪人牺牲伊的性命，这是超过阮上深的限制。如今彼得愿意伫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下面，也行出你要对阮的呼召。愿上主互阮决意的心，看见伫这个世间需要阮帮助的人的呼求，互阮毋是生，阁是公硬的。互阮愿意为着主耶稣基督拍破阮的限制。通进入伫主耶稣的宽阔仁爱的世界，更加得到上主你对阮的欢喜甲接纳。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着救主耶稣基督性命所求。阿门。请我来念圣诗121首。圣诗121首，上帝疼人赢过一切，上帝疼人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踮阮卑微心内，显出你极大仁爱。救主你是慈悲怜悯，你的疼无限纯真。将你救恩即时降临，进入阮惊吓的心。圣诗121首，请起立念全首。主
请坐，是来奉献。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报告进前，咱请来读咱即礼拜的金句，伫周报的第2面，咱来读2遍。听上帝，也着听伊的兄弟，这是对伊所命令。约翰1书4章21节。听上帝，也着听伊的兄弟，这是咱对伊所受的命令。约翰1书4章21节。圣经的分担，请咱家己来看。就咱的聚会拜三查经祈祷会是柯牧师主理，司会是张玉成长老。下主一礼拜是柯牧师主理，礼拜是进出耶路撒冷。圣经请咱家己来看。这是来第6面教会消息报告。今仔是台南新人院的奉献主日，咱欢迎南市教牧师江弟何牧师来咱教会正道甲请安报告，请兄姐做伙为着台南新人院的教育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遮代表教会何牧师江牧师谢谢。
本会团黄传道是去中央教会甘华港台，请为黄传道出席平安代祷。第二点，咱小等我不过再来，请这一点，第二点咱小等的请咱柯牧师来说明啦吼，较清楚。第三，上年甲妇女的聚会时间有变动啦吼，要来即礼拜是聚会拜二拜四无吼，改3月24拜3，要来拜3就上午8点，伫咱教会开完街甲木新路的迄个所在呢，要出发吼，请有报名要参加意思有的吼，请伫遐准备出发。第四，礼拜组，今仔日礼拜后1点要召开吼，请礼拜组的同工出席参加。后主日是礼拜是中秋主日，请兄姐备办心。第6点是东山区受难周的联合礼拜，受难日是伫4月初2拜5暗时8点伫新店教会。东山区的受难日的联合礼拜，因为这疫情的关系所以要采实名制吼，请要参加的兄姐伫1楼来报名吼，来报名填写你的名。其他迄时间拢伫遮啦，其他的报告遮，总是咱130周年设的活动吼，遮我有选出重点来报告啦吼。即咱4月11下晡，礼拜日下晡3点半要咱的感恩礼拜啊，甲科牧师就任礼拜吼，即咱会记得吼。过来就是第6吼，才有个寻根之旅吼，咱野外礼拜吼，要5月23，要体验第1代信徒的脚车吼，即咱到时那个报名啦吼。过来就是第8吼，12月份12月要推出这个130周年纪念特刊吼，遮有要来爱需要咱兄弟姊妹来配合的吼，就是会当有见证篇啦，见证篇有20年来吼，特别的事件也是甲文山教会吼，对文山教会感恩的见证吼，咱会当家己来写，超1500字吼，会当附相片2张到3张。第二就是少年过去20年来过往的亲人吼回友吼，嘛是讲阮1500字到2200字，嘛是爱相片啦吼。第三就是回友家己家庭的介绍吼，咱相片嘛1张到3张啦吼。会记得吼，伫到3月底吼，进前爱交啦吼，才交件吼，伫会当有寄入咱的电子信箱就会使啦吼。咱尽量伫遮咱家己来看。好，咱请柯牧师来介绍一下，小说明一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呢，咱要开始来写批，爱记袂？咱要写批，互10年后咱的教会，也是你的亲朋好友。所以咱即马手簿内底吼，你咱有翕即张来，咱摕出来看一下吼。咱即张明信片呢，就是要互咱写的。咱要写什么呢？要写10年后，你要对教会的期待，也是讲你要写互你的亲人。你有啥物话要对伊讲？10年后才要互看到的吼，所以这是会藏10年的秘密伫的吼。也是讲你有啥物真较特别的事，要对家己鼓励，也是你有一个目标，10年后你毋茫伫这10年内底，你会当去努力来实现呢？你嘛会当写一只。所以伫10年后，咱会当佮收到即个明信片的时阵，你就会当看到。这无一定是寄予你家己，会当寄予你的亲人，寄予你的朋友，你对伊的期待，所以咱看吼，青的这面吼是要互咱写字的，吼青的这面是要互咱写字的。伫倒边下骹才有一个空白，有着较白白即个有一个即个空格吼，这是要互咱签名的，吼咱要签名。你若要写互对方的吼的名，也是要写互教会，你会使写伫顶面即个所在。吼，比如讲要写互教会。文山教会140周年的时阵，你就写对象是互教会。咱若掀过来这面吼，咱同工设计真特别，遮嘛会写字，不过咱看者吼，这一个路途，伊上下骹迄是2021年，伊就一年，甲上顶面遐是2031年，所以10年的时间。放伫这一个时间的过程中间，所以你嘛使伫遮搁写一寡文字伫个，互咱
你10年了会当收到时会当看吼。所以咱这有印足多，所以你感觉一张无够的时吼，请到楼骹吼，佮继续摕吼。那你写好了，确定咱10点半伫地下，因为已经10点半，咱看礼拜煞了后呢，咱伫地下室吼，咱伫遐咧写好，你今仔若写好，你就再投入去。要是讲你今仔日还未想好，你有足侪话要讲的，无要紧，你摕转去写。后礼拜呢，佮摕来再落去信箱。咱上尾伫4月11的时阵呢，迄天早起的礼拜时阵，咱要收集了，咱要封起来，封起来了后呢，拜一咱就摕去邮局，咱要寄出去啊吼。所以这个较特别的活动，请大家共同来参与吼。所以甲你隔壁来讲，摕这张甲讲，爱记咧写哦，爱记写，多写。我建议啦吼，写互咱10年后吼。我要带几个朋友来信耶稣啦，啊是写互你的朋友讲叫伊吼，10年后佮带几个来教会啦，恁教会就坐袂落啊啦吼。好，咱来因最后上映386首，是的，好来，对，有新的朋友吼。我们今天有3位的新朋友。好，第一位朋友叫做连正文，请起立，让大家来认识你。好，谢谢。她是我们教会一个吴女士介绍来的，那不知道是哪，可能吴女士没有在。谁？哦，她不是这个哦，别的教会介绍你来教会哦，好，那非常欢迎你来。好，另外2位是那个警员的朋友，一个是叫洪天恩，还有一个是潘兆伟。OK， 这个非常欢迎你们来。真欢迎哈，好，咱来吟上映386首，吟是大请江牧师祝祷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念全首。请做伙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信息相通，甲众人三个伫地，伫即个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中间，互遮的同工甲恁大家，拢同款的受到祝福，对即时得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